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片頭客家太學堂。而點知道我出嚟嘅呢？今日來到愛爾蘭嘅首都都柏林，相信大家都聽過愛爾蘭鄉。佢本來係一隻島國，上面住喺度人都講愛爾蘭話。嗰啲簡單嘅農耕生活，但係英國強大以後呢，就將呢個島呢吞併咗咯。1913年，佢就爭脫離英國獨立，但英國冇俾佢還隻島都獨立，而係拿去東北部嘅陸續郡成為英國一部分。最後大家都熟悉嘅愛爾蘭咯。由於長期受到英國殖民嘅統治，愛爾蘭人在過去2個世紀地步逐漸講嘅英文，而放棄佢祖宗嘅語言。到80年代發現母語瀕危之後，將愛爾蘭文納入中小學嘅必修課。但係因為長久地持嗰條，大部分嘅國民都冇辦法用愛爾蘭話作為日常嘅溝通語言，大家搶識講英文然後。但我見到還有講愛爾蘭話種人呢，佔咗1%左右，同香港嘅客家話都差唔多咯。但係有趣嘅係呢，在愛爾蘭，每趟都有英文同愛爾蘭文並排嘅。由於長期被英國人統治，都柏林嘅街條都係英國化，好像個行車方向就喺左上右落，雙層巴士，還有郵箱嘅現狀呢都係老英國一樣嘅。但係愛爾蘭人呢特別中意綠色，人哋嘅巴士啊、郵箱啊、鋪條都好中意用綠色嘅，有啲樣呢超老英國好唔同咯。愛爾蘭嘅面積大概係7萬平方公里，大概兩個台灣人大，但係人口呢佔得530萬左右，大概1/3呢都集中在首都都柏林和附近嘅地方，所以愛爾蘭大部分嘅地方呢都係提供人氣嘅。我哋來愛爾蘭目的呢係來尋人哋客家人，睇人哋嘅華人呢就唔像英國人多喎。聽講人哋本來要到新界人，在60、70年代來開餐館呢，但係呢見到好多都退去了。由於下一代唔當願意繼承下去，餐館都賣俾其他人咯，所以特別難請到客家人。好彩呢，人哋有隻華人教會，聽講地步要到客家人呢，所以我哋上去碰下菜樹咯。出嚟酒店之後，我哋上前巴士站，看到有隻途人行過來，我用英文問佢巴士站在哪裡，佢咁用客家話來答我喎。我哋一嚟聽，有人橋嘅，在異鄉遇到隻客家人呢，原來佢在某啲嘢地方聽到我哋講客家話，就特別照過來，讓我哋搭載，佢好熱情，帶我哋四圍去參觀，很願意接受我哋嘅訪問。有一名個霎之間係馬來西亞人嚟嘅，來愛爾蘭都2、3幾年咯。因為我哋大家講客家話，我嘅感覺即係講好親切，因為我好有興趣知道多啲客家話文化。你用背後來到愛爾蘭嘅？主要係因為2年嘅時候，就在馬來西亞幫我親戚打工咧，有我同學都同佢講，去愛爾蘭做工咯，愛爾蘭可以申請勞工簽證，即係要合法身份才會居留。在愛爾蘭之前咧，我想去英國嘅，因為我英國有朋友才會。少好多人講我去跳飛機，或者係寫太平。跳飛機就係旅行簽證來到就去唔做。唔做啦，就才會3、5年前都在其他地方噶啦。因為少好多人都係用去嘅，去英國去全世界。即係少英國好多人去會，就有人有領法咯，想換多啲錢。咁樣最滿意就來去愛爾蘭。因為係先請到合法嘅工作證件，就才會打算做5年，做埋咧合約就轉其他地方。越做
就做到今時今日，就才會天氣咯。阿英，你中唔中意愛爾蘭咧？我好中意愛爾蘭啊，因為又會面好熱，面好冷。我要去到好多擺演嘅，而冬天就好冷咯。一天用一啲，一天用一啲，冬天要冷過愛爾蘭。愛爾蘭一熱咧就比較好啲，有山有人情味哦。哦，比較有人情味。中國人咁講咧，比較少，因為我嘅朋友或者演嘅朋友來愛爾蘭了，之後佢才會了去建議，先至會行下看下。如果同佢講起喎，愛爾蘭人咧比較有人情味啲喎。而覺得有冇？我都有人覺得，因為我哋去介紹門路啊，條咧，我哋後來先後慢慢介紹邊個都聽啊。哦，倫敦我去多好多擺，因為可能佢太少度，我就覺得嗰啲好繁忙，好匆忙。反而我在愛爾蘭，我向人有意思，喺個我咁趕時間，我呢度要沿門路我之後同佢講我帶到幾多隻針，會落茶。我咁個好趕時間，我之後帶到幾啲去香港啊，去倫敦啊，就比較少啊，種人咩個忙。如果人有個機會去到嘅地方，看下嘅文化，了解下，再比較下自己橋嘅地方，都會好好嘅生活體驗。係啊。就有接觸嚟到覺得好親切啊！即咩表面上作品而看嚟只要我哋嘅行政機制要做到咯。只要我哋唔咩好趕時間，帶到嘢會咯。你去吉隆坡清楚橋呢啲啊？係啊！你講到嘢就我要後訪去頭監督，原來廖教授要去過藝出嘅地方，藝出嘅地方喺在吉隆坡嘅沙甸新村。我去過啊！就喺我看到就視頻，我都好開心，因為你明講，好像我哋好有一隻緣分，在飛到天橋嘅一班啊，所以會愛爾蘭呢度，廖教授叫推廣沙甸新村咧，唐年咧啲文化，可能係離開崖橋嘅地方太久，我20歲在自家新村生活，20年要在愛爾蘭生活，對我嚟講係有啲陌生嘅。人因而見他做啲乜啊？我在愛爾蘭係在外賣檔，我哋最主要係做伴當啲形式嘅咯，主要迎合嗰啲小妹嘅，而一個原本係好唔好食，就係見仁見智。可能喺貴樓都覺得好食啲。對嗰啲嚟講，因為我哋會愛做到啱嘅意思，我迎合，再愛改良咯，糖醋啊、蠔油啊，或者係咖喱。送去睇啲華僑啦，華僑呢個插水咗之後，種炒插菜、麥雞肉、雞肉、牛肉、豬肉啊咁嘅東西咯。本身在馬來西亞，我哋做廚房啊，在酒店做工。主要我些少對認識好有興趣，對教授講，你要興趣一樣東西，你想學多啲或者知多啲，所以變咗做工咧發展方向咯。就係要人家似愛爾蘭生活個悠閒啊，個容易情識啊。可以係咁講咯，因為又會有啲又會水準，而咩講後教，而咩講後大，照度嚟講咧 OK 咯。才會租房係貴啲，如果才會打算買房產啊，又會回報率咧後教下子咯。仲要就又會少啲何幹咯，即係講都換到識。即少啲後個才應嘅咗。我要冇在應嘅做過工啦，但係我要之前去過比利時幫朋友開檔，就2隻嘢才會。比利時工程都 OK， 仲要加嘅時間長啲咯，因為我哋才會時間咧20個鐘就10個鐘，8個鐘就8個鐘，而多鐘就加錢。即比利時冇嘅。比利時冇嘅，佢做10幾個鐘就係人用嘅，佢工種就辛苦啲，勞力多啲。個忙又會硬舒服咯，會係做工，但係因為我哋可能比較講究人權啊，或者要勞工法令保護啊呢個東西咯，就比較好啲咯。你都中意人哋嘅環境啊、天氣啊，都好適應啦。好適應，因為佢真係好咯，生活比較放鬆。生活比較放鬆。咁將來啲其他啊才會退休，係唔錯。等我去上咩介紹？而且咩覺得愛爾蘭好特別咧？
在哈熱攝在教會訪問嘅記者客家人，亦都講開嘅條嘅人生經歷，留在愛爾蘭唔同嘅遭遇，內容也好精彩啊！請大家留意哈熱攝嘅播出啦。好咯，多謝各位。